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2人飯台。洗手間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客廳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出邊有個露台，可以做啲曬浪嘅工作。對住係內園嘅景觀，同埋望到遠處嘅針山。睡房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另一邊可以放個雙人床。對住亦係內園嘅景觀，同望到遠處嘅針山。如果各位想去大圍各類嘅租盤買盤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。